气象署今仔发布今年3月到5月的天气预测，气温是正常会较热热，雨量嘛是正常会较少寡哦。今仔是24节气的前日，所以各地拢是好天，亲像是热人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春天的天气变化是真紧哦。虽然讲春天后尾面要变一时间，所以今仔出日头，明仔载又搁要变寒咯。后面甲强烈大陆冷气团又搁来咯，一直到礼拜哦，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。 出大日头，台北市伫瓦中道高温已经28度，有计上高温可能来到32度。毋过，小热像热天的天气只有拜二、拜三早起，后面报道气温开始有感觉降。 北部地区我们预估今天高温在32度左右，可是明天清晨是明天的最高温哦。明天清晨高温就只有23度左右，甚至到星期四的时候高温只有14度。拜三起，后面通过加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拜四伴随云南风雨区东线，受顶的感受会一直影响到拜六。气象署发布上新春季天气展望，刷落来天气系统快速转换，有冷气团落南影响台湾的几率。 那展望3到5月，预测气温以正常偏暖，落雨伫3到4月可能会偏少。那在雨量的预报则是以正常至偏少的几率较高。不过我们特别提醒哈，因为5月份已经进入到我们台湾的梅雨季。 所以相对而言，它雨量的预测不确定性是变高的。回顾拄过的冬季，气象署统计气温是1951年来第2暖，落雨是第5少。进入春季了后，3月是传统的大水期，也是西半部甲金马较会有浓雾的季节。提醒民众节约用水，注意交通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